各位香港朋友，平時經深圳灣、福田或者港珠澳大橋過關返中山，係咪次次都要揾接駁巴士班次，都揾到懷疑人生啊？幾間巴士公司各有各小程式，下下都要彈出彈入，對比時間同上客點，睇到眼花繚亂，分分鐘揾得嚟班車都走埋啦，真係搞到人都好癲啊！為咗解決大家過關揾車嘅痛苦，我哋中山美食地圖團隊爆肝研發咗一個專為香港人而設過關嘅交通神器——心中豬巴士懶人包。重點係免安裝，即開即用，一個網頁幫你搞掂晒各大口岸來回中山嘅巴士資訊。你想由深圳口岸定珠海口岸出發，去中山邊個站？撳兩下，所有營辦商嘅最新班次清清楚楚列晒出嚟，一眼睇晒邊班車最快開。去到口岸唔識行去上車點？唔緊要，見到站點旁邊呢個高德地圖 icon 未？撳落去，一鍵跳轉導航，帶埋你行過去，路痴都絕對唔怕行錯路啊！我哋專登為老友記設計咗特大字體功能。只要輕輕撳一下，將巴士卡片、時間同地點即刻放大到全螢幕，阿爸阿媽唔帶老返嘅都睇得一清二楚啊！睇啱班次，想確實預約留位，我哋準備咗一鍵複製功能，你只需要撳一個掣就可以 copy 到巴士公司官方小程式名，直接去微信搜索官方渠道，唔使自己慢慢打字揾，亦都唔怕入錯假網站，幫你一步到位對接官方小程式，夠晒方便又安全。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你哋啲數據邊度嚟㗎？其實呢個 Apps 冇任何官方大數據接口，而係一個徹頭徹尾嘅血汗數據庫。我哋團隊每晚捱夜，逐條口岸路線、逐個站點、逐個時間表咁人肉幫大家核對同輸入，因為我哋都係經常返中山嘅香港人，好明白嗰種頻撲同彷徨。整呢個懶人包就係想各位街坊可以少啲迷路，多啲時間去享受中山美食嘅同慢生活。神器已經準備好啦，即刻撳下邊資訊欄嘅連結入去用啦。咁以後過關返中山，撳個掣就查到車，好似平時開 Apps 咁方便㗎啦。覺得實用嘅，記得俾個 like、share 俾朋友嘅親戚朋友，同埋訂閱我哋嘅中山美食地圖。下次有咩實用好嘅，再推介俾大家。拜拜。